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对30中昼开始要试办6个月251cc 以上的红牌甲黄牌重型奥多拜，会当上塑化界。这段时间会观察磅空内面的状况，才来做上尾评估。争取奥多拜路权的民间团体表示，讲这本地就是骑奥多拜爱有的权利。除了重型奥多拜，因也会继续争取开放普通重型奥多拜。30中昼开始，大型重型机车，也就是251cc 以上红牌甲黄牌奥多拜，会当骑起去塑化界。不过交通部是讲，先试办通行6个月，期间会观测磅空内底的状况，评估敢有适合来开放。争取奥多拜路权的民间团体表示，这本来就是机车骑士爱有的权利。塑化改它只是省道，本来就应该还给人民。接下来我们还会积极的去争取，包含说白牌摩托车它在塑化改的通行权益，我没办法行驶塑化改，我们是行驶塑化公路。那其实相较之下，苏花公路是更旧的建设，然后摩托车是相比于自小客车更弱势的用路人，还让这种弱势的用路人去行驶苏花公路，其实它是有点这个令人备受质疑的啦。公路总局表示，当初环境评估认为，较长的磅空无适合奥多拜，是可能有健康的问题。大型重型机车是比较轿车的路权，所以才会使开放。当时环评团体就提出这个你这边有这么长的这个隧道，所以当时他们希望限制机车的通行，那当时就有这样的承诺，在长隧道这样通行，那么距离的通行会不会因为隧道里面的环境造成是他们适应上会有什么问题？因为牵涉到环评法，目前也是无开放普通重型机车。民间团体表示，公路总局过去真侪阻挡的理由，因拢有科学的数据会使反驳。因嘛伫面册开直播，要甲大家证明机车骑伫塑化界是真安全的。记者郭不君、张水基兰报道。